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咱即是就咧开始咱今早起的新春礼拜，请咱准备心，咱即是咱默祷。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遮个山还袂生出地甲世界，你还袂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这是请敬拜团为咱来带领赞美。我们在新的一年也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他。大声的来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的应许不论有多少都必成就。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站立起来，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可以一起拍手来赞美他。芥菜种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风，你不曾放
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黑暗。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用这首《我的盼望》来敬拜他。多大的裂缝在你我之间，多高的山崖无法攀爬，在绝望之中，我抬头仰望，宣告你名，如黑夜里，穿越黑暗中，你用纯慈爱掀开我眼我灵的幕，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写下，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谁能够设想这伟大怜悯，谁能够领略无限恩典，永恒的君王舍弃了荣耀，穿戴我罪，承受羞辱，十架已诉说，我已被赦免，万王之王称我属他，荣美的救主，我要属于你，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主耶稣我的盼望。到那日早晨，覆弥了应许，你被将身体有了气息，在沉寂之中，他小的狮子宣告愤怒不再辖制我。到那日早晨，覆弥了应许，你被葬身体有了气息，在沉寂之中，咆哮的狮子宣告愤怒不再辖制
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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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持续站立。请咱有缘徛伫，咱只是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你用条界是短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三个来祈祷。阮伫天里大权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准备心，将时间分别做成，伫即个旧历年初二来到圣殿调祭你。阮感谢你过去的带领，你的看顾毋捌离开。过去阮有软弱，互即个世界较赢。阮有自私，亏欠你的祝福，恳求你赦免阮。阮将即个新的一年奉献予主，愿你来使用。阮仰望你的扶持帮赞，伫圣神提醒阮、感动阮的代志，勇敢壮大。阮摆咧阮个人、家庭、教会的目标甲需要，求你圣手甲阮坚固，有智慧甲能力。利益人也用光主，祝你保守阮有健康甲气力来服侍，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伫你的话语内面。愿教会的建设、社区的事工甲各种的聚会，拢互主来成全。伫即个新春假期中间，愿主也祝福阮。甲家族亲人的组织，阮有兄弟出外，你也保守因出入的行踏拢有平安。阮有兄弟伫假期的中间需要加班的，也是因为身体病痛、行动不便的，也祈求你的医治甲安慰，临到因甲因的亲人的身上。阮继续为着即个土地新任国家的领导者、国会议员，愿知因的心伫你的手中，求主互因有公义、疼百姓甲疼土地的心，有智慧来治理，也为着经济社会逐阶层的领导者来祈祷。互社会通照主的律理来运行。虽然真侪个人抑阁毋捌你，愿求你光照因的心，也互假消息、欺骗、压迫等
不法的代志拢得到归正。今早起，阮搁一摆感谢主，赐福蔡长老，成做你信息的出口。恳求圣神做工，互你的话语更新阮的灵命，互阮重新得到开力。阮安尼献上阮当心合意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是请帮众团为咱来赞美。好，感谢帮众团因真水的演奏，甲即个乐吼。过来咱来共修上帝话。今早起的圣经节记载伫申命记旧约申命记第11章11节到15节。申命记11章11节到15节，由我来读。独恁所要入去承接的地，就是有山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地。对年头到年尾，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你若留心
听谈我的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听耶和华恁的上帝，尽心尽性服侍伊。就我要照实落你的地所欠用的雨，就是前的雨、后的雨，互你通收成你的五谷、你的酒、你的油，也互你的田野发草，饲你的精生，你也要得到饱足。以上，今早起正道，咱请带着咧为咱正道，伊的题目是新春的祝福。两位平安。啊，今仔日咧礼拜，感觉气氛无共款吼。透早看到彩云节来时阵，我都心里足感动的。今仔有杜拜倒来，对美国倒来，泰国无啦吼，还未倒来。看逐个倒来迄个面啊，感觉讲啊，甲家伙的人三角咧团圆啦，这是非常的，互咱感觉欢喜。新春2024，我感觉讲台湾毋知安怎算货。我会记咧顶个月总统府在敲电话讲，安尼阮即边要送较济火来，送火来讲我留一回。他人讲食过年饭过，搁留一回，一当留2回，安尼我毋知当时到，我念着90几岁啊，咱拢当年的啦。咱若拄看放总团咧讲的时阵，我心就足大的感动。每一人一音尔，迄叫做和谐，同心一意，会当讲首歌。不管你10岁，不管你90岁，伊愿会三到做伙侍奉主。因讲了好无？你来拍互我，头拄零零落落，哎哟！回应讲互上帝，真正真水。咱每一个到新春年头的时阵，咱会记咱顶礼拜有潘霍华美善的力量。对年头到年尾，咱拢来一遍。咱每一个人唱第一集、第二集就好。咱一面唱伊的歌词，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便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来，所有美善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看你们的感受，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的接待。尽管过去的年日怎么心灵，尽管说孤单压迫我们，主啊，拯救保守坚强的灵，你安慰我们预备你救爱进入三代，所有美善的良都奇妙出来，我们如何不期盼那回，在万圣走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最后一段再次，上帝将与我们同在，上帝就将会与我们同在。2024，咱个过一年，这年的中间，咱相信对从岁首到年终，上帝都会与你们全家同在。这个左边的人、右边的人讲，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上帝都会与你们全家同在。甲左边的人讲一遍，好，从岁首到年终，上帝都与你们祝福别人就祝福我们。那个一遍，咱用台语来对年头到年尾，上帝都会叫恁全家伫咧，甲右边的人讲一个，甲正边人讲，从年头到年对年头到年尾，上帝都会叫恁全家伫咧。你来相信，以后每一日，你每一个脚步，上帝都会叫咱三到伫咧。阿门。今仔日所有的人讲我过年毋通受气哦，毋通过年尔啦，逐日嘛毋通受气，逐日拢足快乐的。要你逐日都嘛会出快乐，对无？哦，每一个讲了上大声，每一个讲今日因后生倒来，伊欢喜甲吼，足快乐的。我免讲日语啦吼，讲台语听啦吼。咱真水的讲书，
新春三部曲，咱来托起救我，旧诶咱来放杀，来迎接一个新诶，你上帝祝福会伫咱每一个人诶中间。第二所保罗是咧甲咱讲，咱来脱去旧诶啦。因为真理是伫主耶稣基督，那相信主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完美，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通过上帝，那我们就要把旧的东西全部脱去。啊，毋是讲所有物件以前拢无好，无好的物件咱当杀，好的物件咱保存起来。咱像过年特别拢会收迄个粪扫车，吼，咱歹物件大拢清洗，歹物件甲当杀，好的咱甲保留起来，愈来愈好。像阮遮当年的吼，即摆阮即两个当年坐伫遮吼，会当当年咱还佫做伙啊，20-30当年呢，若袂记咯嘿。咱每讲做伙时阵，感觉心里足快乐的。咱真正无好的物件，咱来甲脱去啦。咱足侪物件，其实咱来反省咱家己，伫上帝面前无好，咱来认罪悔改。所以29暝咱围炉了后，阮就是遮认罪悔改，伫咱一冬的中间，哪有受折磨？总是咱饲着磨难时阵来安怎？我们会埋怨呐，哎呦，上帝，你来对我，那上帝，咱毋能够埋怨呐。咱所有的悔改，咱来悔过，咱一当所有的言行，若有对不起上帝，有犯着罪心，求上帝赦免，上帝赦免咱。新的一年，咱有一个新的开始。啥物是咱所犯的罪呢？上帝是自私，我甲无？其实咱人每一个人做自私的呢。你来看哦，你来看，不管是啦，主流出来表演。咱咧90几岁，咱咧阮当年诶，阮咧阿祖伫遮表演吼，啊恁土声哩哩落落，啊主流囡仔根本连唱歌都袂晓唱，你逐个都拍破足大声，嘿，这就是人诶本性嘛。每一个拢是自私，咱看菲律宾书甲咱讲，逐人吼毋通顾家己诶代志啦，嘛爱顾别人诶代志，逐人拢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我无敢若每一个拢比我较敖啊。咱每一个人拢有迄笑容，我只讲吼，因为我可能做法官做伤久啊，面拢啊小可安尼，因为规定无啥假笑吼，啊面化妆小可安尼足委员的，我只训练讲两气门咧爱吐出来安尼，才当地人咧，姐姐，我睇来讲有够歹看。不管咱毋能够自私，咱替别人想，一个新的一年，9月30时间我应该做无？我当参与无？我厝里的人，哎哟，阮哪毋知交饱无？啊，我毋知穿有烧无？哦，咱每一个人关心彼此的家人，啊，莫讲闲话啦。哦，咱有当做伙时阵，哎呦，我甲你讲哦，迄个詹桑，迄个李四哦，迄个王大头哦，哦，伊实在哦，大头爸有够重。咱讲造就人的话啊，现年拢讲造就人话，哎呦，当年的，啊，你愈来愈少年呢。哦，咱看到你就足欢喜的。哦，你看碧珠姐今日穿衫特别红，你特别甲看，伊今日穿旗袍式的衫出来。哦，感觉足欢喜的，对无？欢喜无？足欢喜的。你每一个人当时拢感觉过啊足快乐，毋是干今日欢喜尔呢？拢新年啊欢喜，是每一年都足欢喜的。我甲今日就是讲，我今日就讲，啊，咱今日礼拜多啊回娘家呢，初二。伊讲不要紧啦，咱娘家大部拢是台北，所以今日回娘家人嘛是相共，因为咱大部拢是台北。可能误会话咱毋通讲，迄个私欲淫乱误会话，有当时拢无注意吼，啊，拄着啊安尼，讲歌话安尼，叫较粗的话啊，热气仔话安尼，误会话一句咱都毋通出来，佮来咱莫怀疑，咱毋通犹豫哦。信上帝罔信上帝，啊，我嘛来拜迄个看卖，拜迄个叫做财主丁吼。看今年会较兴旺袂？钱趁较济，信上帝就当趁上济钱啊！圣经一直甲咱讲啊，你信上帝人会得到大富利啊，无带忧愁啊，毋是为着趁钱趁啊遮艰苦。上帝互你有教业，上帝毋若伫永生尔，伫即世人永远咧照顾你，对就会天堂啊！你的厝里咧做地一个天堂，你的市场咧做地一个天堂，你所经过每一个所在，拢是地一个天堂，毋通怀疑啊！这杨惠丽，伊毋是牧师，总是一个福音书的作者，伊册写非常济册，其中伊写一本册，讲何必上教会啦？啊，恁来礼拜要创爱，啊，住厝里看毋是较好？为什么做礼拜？哦，伊就写着一个故事，当时我向找无天鹅吼，讲一个人饲足侪天鹅的。哦，啊，天鹅训练啊足好个吼，啊，人礼拜日到，这人足虔诚基督徒，啊，这天鹅就排队，吼，排队去教会，
吼，啊，袂乌白机啊，讲放屎拢袂安，足乖乖坐咧做礼拜。啊，牧师到阿妹，爱着对牧师阿妹咯。然后伊着搁排队出去，牧师着甲伊讲讲，恁若出去了，今日吼天是飞的，飞你在那飞足悬咧。啊，大人阿免，啊，大伊点头，啊，点头出去了吼，啊，搁排队一直行，啊，行到迄个龙舍，因兜啊，着搁入去啊。后礼拜搁来，搁排队来。牧师讲：恁逐个吼出去了，今日天是飞悬呢，恁得当对恁兜哦，飞悬哦，天是飞哦。啊，阿免，是，啊，大出，啊嘛是搁排队，搁对。咱信徒嘛是安尼，有当时做礼拜变习惯呢。上帝讲上帝祝福你，会照顾你，逐项倚靠上帝。阿免，大人讲无问题，啊，然后出去开始烦恼。哎呦，这工课毋知找有无？啊，这毋知安怎无？这安怎？这大家拢烦恼，烦恼死。啊，然后搁排队搁对厝。啊，后礼拜搁来，牧师所讲的，讲完所讲的，咱爱相信上帝，上帝信实行咱三到地地。阿免，然后大家搁排队出去，啊，搁对厝啊。咱有信心嘛？信心是挖出来，它叫做信心呢。信心无挖出来是死的信心嘛？啊，新疆年头开始，咱每一个人有信心，是活我的信心嘛？那是像这天鹅安尼，本来在咱天时飞悬，咱无啦，安尼去做礼拜，阿免，啊，搁做礼拜了，搁出来，一点意义嘛无？咱做礼拜中间是互咱知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真正爱有一个讨论的心、温柔的心、谦逊的心、祝福的心，咱会去甲人祝福。是甲家己祝福。你咧祝福别人手举起来时阵，莫指责人，剩的四只手是咧祝福你家己啊。咱每一个祝福是上帝上大平安。我听来去地长你甲我讲一句话，伊若特别听讲平安，吼，伊就足欢喜。伊讲也只要听到平安这句话，伊心内足欢喜的。伊也毋惊恁知啦，伊着人。伊讲毋免治疗。时间是上帝，你看代志来足快乐的。啊，无你也家掠去开刀吼，有可能先个倒你赔偿，伊代志足快乐的。伊讲也听到平安，就感觉足快乐的。第二项，咱来迎接新的啦，毋是旧的诞生了啊，全然一无所有。咱现在是愈来愈济呢，愈来愈济呢。我们心智要更新呢，爱穿新的衫。旧的代志拢过去，拢变成新的。咱有新的物件，你看过年时候，咱特别穿新衫。哦，你开着水看阮林牧师，阮林牧师搁穿红衫咧。你捌看到阮林牧师穿红衫无？今日特别穿红衫来互恁看。你甲看，别去到因兜。嘿，相对些啦，欢喜啊！我嘛，今年我嘛是红的呢，我用找无一条红的，我这嘛算红的嘛，对无吼？无你甲问阮阿琴，阿琴要穿衫红的好，红的嘛对无？欢喜，毋是讲穿无穿红衫，就毋得去等。伫新年迄欢喜，对今仔日。咱来对岁数，今日开始哦，对年头哦，咱一定爱欢喜到年尾、年终，岁数到年终，上帝拢会祝福咱。咱是只要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每一项是上帝足宝贵的呢。你想看觅，你伫厝内时过年暝时，你着倒来念，啥物人无倒来，啊，啥物人无？伫美国种远的，伫泰国种远的，伫英国种远的，迄个毋知会当倒来袂？保险者讲，阮是甲，包括阮生查某囝，毋知过了好无？咱家己嘛爱回因的娘家伫新加坡，所以但是相对的，咱每一个人都爱知安怎？有一日，迄犹太人过年吼，有一个习俗，咱分贺角，他有专门有吹角节吼，分贺角过年时啥？足欢喜的，有一日啊，即个贺角伫天堂的所在，大家送啊做，分贺角。所以讲，我顶礼拜是特别甲咱，顶礼拜特别甲咱讲安怎，互相爱见家己的面啦。去天堂，咱面皮变，换咱的形体，阳光灿烂，啊，毋通入袂出来嘿。正话，我叫蔡崇义嘿，你毋通去你到天堂所在讲，蔡崇义，奇怪，我敢捌看过你，你捌看过我嘿？那每一个拢要认路清楚，来，甲出面学过一个看一个，认路清楚嘿，毋通去到天堂，逐个变无熟悉嘿。咱是一个大家庭啊！你看咱到天堂个所在，逐个斗做伙，若有放纵，拢做伙讲放纵；啊，若无咱做伙唱歌，伫天堂当都有啦。咱拢足欢喜的。所以伫天堂时最重要最后一项，咱有上帝祝福。咱今日看新闻期，甲咱怎讲？咱
泽波技术所讲太先讲，对，从岁首到年终。我感觉这篇台语较水吼，台语讲年头到年尾，感觉较无啥物吼。安尼岁首到年终，听到就感觉足好诶。从岁首到年终，上帝都在祝福我们。对年头到年尾，上帝目睭管顾这个地，啥叫做这个地？管顾你的家庭啊，管顾你的事业啊，管顾你的职场啊，管顾你所行每一个所在。对岁数到年终，上帝祝福。你若没有上帝祝福，你在领受上帝祝福呢？总是人袂记住咯。上帝有当时啊，跟我们讲话用什么？用耳语耶。咱这礼拜专心做礼拜，注意听上帝甲你讲啥无？这礼拜了啊，手啊足好哦，工作足好哦，打拢足好哦，然后佮排队佮对厝，后礼拜佮排队来，佮来排队对厝，迄叫做形式上嘛。咱嘛会使记足大场的演唱会，请足有名的歌星来，迄毋是叫做礼拜。礼拜是所有心拢伫上帝面前，安静咱的心。上帝甲你讲话无？毋免烦恼。这一年，我拢要甲你三甲做伙，你免烦恼啊！我靠我，是咱我靠上帝，毋是上帝我靠咱，是咱我靠上帝。因为上帝安怎？上帝用稳定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咧滴啊！上帝用恩典做年岁的冠冕呐，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咱要去吃啦！上帝稳定是甲你三甲做伙啊！你讲毋免啦，我甲你行就好啊！互人排咧行，稳定三，我甲你排咧行，比你坐杜拜再坐飞机还好嘞！上帝永远背着你走，上帝永远跟你在一起，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祝福。上帝祝福有三种，第一个祝福是啥？上帝祝福讲，你过去得到这个作业的地，有山有谷，天上的雨水是啥物？滋润之地呢？我们要活，咱讲要活得滋润，滋润是满脑肠肥吼，滋润得过得足快乐的，过得足幸福的。上帝给咱施地。过得很滋润，咱来想看觅呢？过去的种种，过去足侪代志，上帝互咱有足侪磨练，有无有啊？上帝互咱这磨的中间，上帝有好可能互咱不如意的所在，咱毋是埋怨呢，咱是爱交托。我甲你讲一遍，拢过去啊！过去所有的毋好，拢过去啊！阿免，会记一路。新的开始安怎？咱要靠主来得胜。新的年咱对靠主来得胜。每一件事交托给主，咱绝对当得胜。咱爱是靠着主来得胜。第二样祝福是啥物？上帝看顾，对年头到年尾，上帝拢会照顾咱。有当时咱家己毋知啊，咱家己咧感觉讲啊，上帝啊，上帝啊，你到底是对？其实上帝拢会照顾咱，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那地，看顾哪个地？看顾我们所在的每个地方，看顾咱对年头到年尾，上帝目睭拢看顾咱。咱信息612新的信息啦吼，咱以前叫做景有好歹是主所定，咱才叫做景有好歹是变化无定。咱一面笑的时候，一面来想，上帝一当的时候，咱足肯定来讲，上帝真正要照顾咱，伫过来每一日、每一个新的一日，拢是由上帝照顾的。大声来，景有好歹变化无定，上帝。点子是为阮当面行，上帝在照顾，咱较有信心嘞，较有心做回来，上帝会照顾你，把你的把你用上大声来，上帝在照顾。照顾
信心嘛。伫每一个中间，上帝拢会照顾咱。一个医生的家庭，生5个囡仔，较早生5个无稀罕吼，听讲有生10几个咧。用阮大伯阿嬷吼，3个后生6个查某囝，迄还无到一担。伊生5个囡仔中间，老大、老二、老三拢足乖，因细汉毋是拢去注意学，成绩嘛足好。因老爸做医生吼，但足古板。啥物叫做古板？咱逐边食暗顿。要食暗顿以前，大家拢去读册嘛，差不多逐个做伙，敢若食暗顿尔啊，晚餐啊，吃晚餐时，因老爸吼绝对会简单做一个家庭礼拜，祈祷了才食饭。哦，这个老师吼，挡足袂牢的。什么时代啊？食饭搁倒安尼，母有诶，母无诶，所以若逐边到食饭伫要到啊吼，着倒挑伫倒啊。给无伊讲，我还有功课没有写完呐、啊！你们先开始，啊，拖啊到食饭伫要开始啊，礼拜结束啊，阿免伊才倒死了，对当食饭啊，我搁做礼拜，食一顿饭遐麻烦，遐费气。礼拜是你食饭是阮老爸趁钱，阮老母煮的，甲上帝有关系。啊，得搁祈祷，上帝也无出着工啊，无出着力啊，哇！老大继承老爸职业，考调医科的；大姐嘛继承老爸嘛考调医科；老三嘛讲老爸做医生，哦，真正对逐个人足好，伊嘛考调医科。老四咧，较早考大学吼是10%的录取率呢。以前当大学生还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呢。老师考一补考咧，哇，无调，到去接着成单无调了。伊是想讲无调嘛，不要紧，天无绝人之路嘛。咱家己讲，我靠上帝就好啊，无一定要读大学嘛。我无读大学，我嘛照常会做企业家。我莫做医生，我就做企业家。然后人开始咧食饭以前，咧家庭礼拜就多等啊，是讲若逐日祈祷了吼，伊才坐落来。伊住楼梯口时，伊住2楼，住楼梯口，遐规家伙拢咧替祈祷。好，妹妹讲完四哥，再讲完四弟，伊若讲完即个后生，袂落去，不丧志，互伊继续知影讲上帝有缘听伊，不管你以后行啥物路，上帝拢惊伊送到做伙。伊若要搁登考，我嘛拢足欢喜的。我才咧讲我尔，恁较厚，你拢考调医科，我较含慢好无？细我就听龙珠的故事，我搁人因分一半财产才离开呢。我要离家出走。咱在座有离家出走的人请举手无？吼，伊细汉定定吼，吸住这我要离家出走。那阮到高山啊吼，有当时啊吼，伊讲要买玩具，无买玩具就讲，那我要回家。我说你去哪里？回哪里家？我就要回家。啊，门开开吼，外面有没有狗狗？狗狗等一下回来，偏摸你等个入来。咱现在常常咧讲离家出走，恁想看卖？尤其是国民校学生上到离家出走，爸爸对我不好，我阁无分财产，伊到暗时到家己款咧讲，抑佫有寡零钱哦，钱阁袂少，压岁钱因老母拢无甲摕，迄毋是像阮阿叔啊，压岁钱拢共正为你压岁钱拢去恁老母家己偷收去，哦，压岁钱伊拢甲领出来，我朋友嘛足济。靠恁，我靠我家己啦！我无甲恁摕150啦，我摕我家己的钱啦。到半暝，伊就翻墙，8箱仔就出去。出去到目口的时阵吼，伊先去找伊的朋友，甲朋友讲啊，无你遮借我大一个。伊朋友看我知影，讲伊遮你出哦，因为身躯派一个背包，一束衫。朋友讲好啦，好大，到第2日甲讲吼。你伫大，阮爸爸妈妈讲安尼毋好啦，你对厝啦，啊无开来恁爸爸妈妈找来，阮家足歹势啦。你不收留我，朋友交给，不要交就不要交，我自己去，啊就出去，随了就去租厝。哦，这早讲租厝足贵的呢，啊就甲头家讲啊无租1礼拜，1礼拜租咧，我1礼拜我找头路就好啊。凭我的头壳，我遮尔巧，我找无头路，真正找无头路。一日找无头路，迄日找无到目真哩，啊，搁1礼拜到啊，出租过来讲交房租，厝搁9位，数字无啥钱，
甲问讲，啊无对有头路，讲大桥大桥头、大桥口下骹弄迄个人工，拢伫遐人来叫去，讲要做保姆叫啥？啊，伊就讲少年人对人多拜，看咧大部分，佫有少年的，但是大部分拢较老岁仔人较济啊。少年的创爱，妈都加减啊，若有通趁就趁过，就对人多拜。无逐日有诶呢，2、3日拜一场，钱愈用愈少，厝主拢要甲收厝税费。有一日要甲收伊收，讲我即礼拜缴互你，我都无钱啊。好啦，缴袂了，皮啊蒙咧，伊就出去带队，毋是迄阵无恩养教会啦吼，去带到大桥骹，伊就反正带到遐，就带因市路遐，离家公园带遐过一暝，像讲过当日咱去大桥头占位吼，打零工，带遐，带倒来寒流来，身躯的衫佫早了酒，细汉听龙珠的故事。龙主开钱开一半，佮倒遐尾仔对厝，因老爸佮用上好的衫互穿。我佮骗龙主较好咧，我无摕着厝的钱啊，我也无去饲猪，是干那去做零工尔。想想咧吼，敢若厝吼，阮兜的米酒皮嘛敢若较好教呢，啊无吼出去目口拢无啥物皮通教啊，要冷死。过年到啊！反正过年吼，阮老母拢会煮一顿足澎湃。我当半暝吼，才头烧入来。啊，阮老母煮的菜，我才甲头食过，好，食袂了啦。伊就倒遐一直等到半暝，开始爬墙啊，就爬入迄个墙啊，爬墙啊了，半暝2、3点啊，爬入了，伊讲门吼，伊想讲对后壁的迄个市路，搭爬市路去到伊2楼，伊的房间伫2楼。爬墙到讲大门遐望看，用一个开啦，无锁啦。阮兜都毋捌咧无锁大门的。然后大门开了，电话暗暗，伊偷偷念到伊的房间。房间嘛无，当然房间无锁咧，我房间偷偷去那开咧，然后就开电话，伊老爸倒伫遐啦，倒伫个门床啦。电话开，伊老爸安尼起来，甲他讲一句话：你倒来啊！阮今仔日有围炉吼，啊有甲你留足济菜，巴肚枵袂？待下甲食饭啦。我想讲，细汉的老师讲教毋是教安尼呢，主要老师讲阿爸，我得罪了天，佮得罪了地，我无堪你做你的囝，你只互我做一个故工就好。我即句我都讲袂出来，因老爸拢也无甘骂，也无生气，也无足激动的见面。起来问老爸讲：啊，爸爸你咧倒伫遮？啊，伊讲：我著自你出去了，我著拢倒伫即个门床。我今日半暝若倒来，我肚会枵，所以逐日我拢有替你准备一份。万一你若巴肚枵，通互你食。咱即来食饭好无？你还袂食吼？因老爸家做伙就来到餐厅，因老爸就去微波炉用呢，菜就摕出来，哦，佮摆一桌，然后电话叭一个开，妈妈起来啊，大哥起来啊，大姐起来啊，二哥起来啊。小弟嘛起来，大家拢来。哥哥回来了，哎呦，弟弟你回来了，大家好吗？我晚上也吃不下，妈妈还有没有？妈妈说放心，我今天准备好多个白馍馍规桌。因爸爸讲啊，食饭以前嘛是爱祈祷呢，来大家三甲祈祷。上帝感谢你，今年阮阁会当大家三甲伫遮围炉，照你那水的，每一个拢是上帝宝贝，我拢足欢喜的。你记得是目屎开始流，逐日拢等我食饭，今日阁特别注意甲看遐个菜，根本都无啥食着咧。过年时的菜根本都无啥食，逐道菜拢好。然后大家我食拢无人甲问讲伊去倒，无人讲伊去啥所在，家都一直食。妈妈哭一个鸡，伊摕一块碗，妈妈讲，咱过年吼拢爱用碗公啦，甲摕一个碗公，甲
第一次咱物件了，菜开始讲价，哥哥也讲价，姐姐也讲价，连弟弟嘛讲价菜，爸爸嘛讲价菜，一碗锅拢总菜。你是毋看遐个菜？妈妈讲，紧食嘿，食通好困呐。过年吼无困嘛不要紧，守年守岁。29暝，啥物人有困到830暝哈？5顿后到30暝，恁若困到8个人，该自首一下哈。爱困爱守岁，所以讲我嘛是拢无困，阮拄等。哎哟，弟弟你嘛倒来守岁，太好了，太多哪食？哪个哪食？伊安尼去流浪半冬外，毋捌食着遐好个菜，一直食。然后伊体会着。家庭做食饭前的祈祷是遮尔的水。爸爸咧祈祷的时阵，伊就目屎直流。我会当倒来回家。为什么唔当天主主会？因为我们要回家。今天回娘家，这个也是你的娘家。不要忘记，教会是什么？上帝的新娘。所以我们今天回娘家，各位告诉自己，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回家了，感谢主！以后我们每个礼拜都回家。咱每一个人拢爱知，要我祝福默默，伫咱每一个人的心。最后，咱要回应的诗，来唱《摇花祝福默默》。上帝过来一年，每一日像咱头拄打开始礼拜所唱的歌，过去代志过去，不论你当着什么节目，迄拢过去啊。新的一年，每一日，上帝拢要给你三到底底，要我祝福伫恁每一人的顶悬。你有可能旧年、猪年，你开始过一个小 baby， 让上帝的爱滋润他们，让上帝的祝福。让上帝的恩典浇灌他们，浇灌在每个人的身上。你每一个都有上帝听，跟你三个做伙，勇敢壮胆，无得惊，无得论。不论你做啥行过，上帝拢跟你三个对地。请咱大起立，咱最后再来唱一遍来。残中的白灵是。下回春天万里，就是专灵的兄弟，为你修饰真无味。我对酒花嘅决心，迄阵听他的阮记，要我祝福默默来，要我祝福默默，亲像海边头山，阮的挚爱。现在七龙珠做起来，咱今日上帝祝福来，请你看，野手轻摆起，春花伊的歌声，我都称颂伊名，永无山。请咱七龙放落，请咱原徛咧，咱先静静来想，伫一年的中间，伫旧年你有啥物对不起上帝无？伫面前求上帝赦免咱所为罪，咱这点完全得到洗清，洗清白
干那说，咱每一日伫上帝面前，搁再来一当对年头到年尾，上帝永远寄咱三角地带，从岁首到年终，上帝永远跟我们同在。上帝的祝福满满在每个人的身上。求主你看顾这些百姓，看顾爱你的这些子民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资格称你阿爸父神。我们会回家团圆，在家里享受神您的慈爱，享受主你的恩典，带我们到青草地上，然后在溪水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来。感谢带到了也真好勉励嘅信息，即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一同念奉献诗。请这个游员徛伫，咱来吟上咏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请带着了为咱来祝祷。咱愿起来，咱来受上帝祝福，愿你得到主要所祈祷无穷无尽的稳定。天父上帝永未改变的跳堂，现在相同适合帮助夫妻，从岁首到年终，永远在看顾、保护、祝福着我们，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下面要来报告，
就是咱今日新春礼拜吼，咱迄个就是中昼的小组的分享甲爱餐是暂停吼，咱有备办一寡地点吼，咱会后咱会当留步吼，咱三甲来请安，个三甲来交陪吼，有足侪咱迄个新毋是新朋友啊，新面嘛毋是新面孔，就是讲拢足久无看的，咱互相过来咱会注意，咱要调开迄个定期的好会吼，咱请兄弟来准备心吼，咱迄个若有无法度出席的吼，咱会当请假伫后壁的迄个公布哪个所在吼。嘛是同时阵，咱嘛要举行迄个新任迄个中级的就任，个迄个团契吼，会长甲队长的就任吼。名单就无伫遮无个念，咱就请来家己来看吼。过来咱迄个晋升奖学金的部分，咱嘛是申请到后礼拜来。为止吼，迄个资格咱家己来看吼，有符合即个资格的人，咱请后礼拜进前，咱来向迄个慧华长老吼来甲成绩单交互伊来确认，咱就下礼拜吼，2月25，咱要来发即个奖学金，后礼拜还阁一项代志是，咱的迄个敬拜团，咱有请迄个老师来甲咱指导，就是敬拜团的团员，咱会当准时来参加。另外，若是对你对唱歌吼有兴趣吼，对迄个敬拜若感觉有想要学习的嘛，迄个。真欢迎吼，会当做伙来参加吼。过来下礼拜2月25，夫妇甲妇女团契要举办即个旧双溪步道洲美运动公园观景台的迄个半日游，吼因为爱安排车辆吼，所以爱报名参加吼，要方便迄个主办人来安排迄个。坐车的座位吼，嘛请咱伫后壁的所在来填写迄个报名吼。过来，咱照过年咱的礼，咱拢爱介绍咱的家族。咱教会即个代表是咱第二长老、国语长老，你囡仔会使抱来头前嘛，不要紧，嘿，来嘿，各位比如咱们生一个啦，真个抱嘿，嘿。我来，好，你甲等掉，甲等落哦，无咧啦，来啦，伊今日来介绍来，来，这个毋是我的啦，政委的啦，代替哦，这个哦，这重的哦，后来哦，咱为遮哦，一个家族来介绍一下吼，大爸爸真欢喜哦。过年期间回到教会来哈，那让大家认识。那有一些是好久没有来的哈，一些现在变长大了哈，像文光年纪然后变这大呢哈，变成小大人了哈。好来，那魏志明了哈，来，请单张老娘哈，开开，阿姨家族开开哦，来，好来，往后面看一下哈，来，爸爸哈，好个后边哈，好来，好请坐哈。咱现在刷掉吼，若有时间嘛，再来教会翕一张相吼。每天照张相很有意义哈。几年后你再拿出来看，现在是变得更年轻，还是变得有点年纪哈？来，大家得丢了哈，得丢了你他们家族庞大，来，家跟正的有关系都站起来哈。来，好，谢谢。他有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哈。后来，等下车串丢了牛哈，因全家哈来上恩哈。好，过来，那个许执事哈，来考这书，他代表哈
好来，请坐，啊，过来考场了吼，来全家后壁，哦，够有哦，啊，有一些小孩子在楼上哈，个底下哦，这波，啊，过来考这书哈，来倒这书，好来，哦，谢谢哈，啊，过来，过毕业，过毕业嘿，好来，入场了哈，来。朱丽霞，来，过来哦，最漂亮的美女哈，还有她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哈，陪她过年，哦，过来，咱请入场了，入场要等场了哈，两个哈，哦，过来，咱请入场了哈，来入场了，好。我们多拍一次手了，因为上个礼拜他请我们吃大餐了，谢谢他。好，来假丢了啊，假丢那里，哦，好，过来，林牧师整个家族了哈，欧家跟林家一起站起来哈，来，啊，过来，肖执事哈，来跟他儿子哈，恩平哈。啊，孙子在楼上啊！哈，好来，陈宝轩执事，啊，过来哈，洪家代表了哈，因爸爸在行照了哈。哎，过来哈，上个礼拜有来哈，他带他妈妈来哈，他女儿是在美国有受洗嘛哈，好，我们请他站起来哈，来，你们两个。穿白色衣服的，他抱歉，我不晓得怎么称呼你，江是不是？好，叫姨妹哈，好，跟他妈妈很有心的带他妈妈来哈，那他妈妈也蛮有热心的哈，他说我女儿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讲哈，但我们希望说等一下可以多跟他打一下招呼哈，好，过来，哦，橘子哈，来，哦。好，啊，来，他婶婶哈，还有妈妈哈，他特别从台南回来哈。好，啊，再保留哈，保留他们姐妹，保留姐妹哈，还有他全家哦。这个侯家安他们哈，来请起立哈，保留这嘿。哦，还有他这个女儿在这边哈，好请坐。好，过来，吴晋生执事哈，那特别哈，来我们特别给他鼓手，还有他的。照顾他人哈，好来，好谢谢，好，我们换这边的哈。哦，你丁老牛哦，他因为他最后才来哈，他压轴的啦哈。好来，咱这边啊，请来卢静莹来起立，来过来哈，那个昌腾哈。来，过来德恩，好来，啊过来哦，严敏阿敏哈，来，来过来哈，朱老师，啊过来玉玲，啊过来李丁老牛，那个考场了。哦，来，奥向盖掉无对无，自己举手啊？谁？哦，雷米亚哈，好雷米亚哈，来，先再站起来一起哈，来，杨妈妈哈，来，全家哈，他小孩子都长大了，读大学了哈，等一下可以那个学先传递啊，麻烦一下哈，都给人家照顾一下哈。哦，过来，敏丽哈，来最后一个哈，谢谢敏丽哈，今年来的辛苦了哈，特别给他鼓掌一下哈。好，来，还有谁还没有介绍？谁？啊，这个有，好来，我想，好来，够向阿伟介绍给我，啊？谁？哦，来，啊，无要紧吼，现在私底下联络。餐厅都有啊，餐厅都有啊。伊讲你无介绍来，过来去介。哦，餐厅了啦哈。好来。啊，咱大家吼，咱现在有地片吼，
啊，大家来，咱周围人讲新年快乐，好，拜个年了哈，早春拜个年哈，好，来，我们可以再起来活动哈，跟新来的朋友，特别今年第一次见到的朋友，跟他说新年快乐哈，好。